11月28日吸引，而不是宣傳。通過許多痛苦的經歷，我們認為已經找到了適當的政策。在許多方面，它正是通常宣傳的反面。我們發現，我們需要依靠吸引，而不是宣傳的原則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140頁。在我酗酒時，我氣憤自怨自艾，蔑視任何想要改變我的人。我想要的一切東西，都只是被和我一樣的人所接受。奇怪的是，在 AA 中我找到了，我成為吸引這一概念的守衛者。這也是我們協會公共關係的原則。通過吸引，我能更好地與那些仍在遭受嗜酒痛苦折磨的人接近。感謝上蒼賜予了我那麼吸引人的周密計劃和12個步驟的方案和傳統。通過謙卑和協會中已經清醒的會員的支持，我能通過吸引而不是宣傳去實踐 AA 的生活方式。